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去到大埔耳龍山莊，係一個市場罕有、實用面積1551尺嘅複式單位。呢個單位除咗間隔實用之外，仲有尺價超筍，連一個車位出售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複式單位，實用面積有1551尺，間隔係3房1套加工人套房連平台。首先穿過門廳落到嚟嘅係客廳，客廳除咗有獨立嘅露台之外，面積相當之寬敞，間隔實用，可擺放大型嘅家私都冇問題，梳化、電視櫃一應俱全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可用作飯廳，擺放大型嘅餐台。廚房嘅面積都相當之寬敞，可以擺放大雪櫃、洗衣機，一應俱全。穿過廚房入去嘅位置，可用作工人房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。呢個係平台。上到嚟1樓嘅位置，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擺放雙人床同訂做衣櫃。主人套房面積相當之寬敞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，3邊落床都冇問題之外，另一邊嘅位置可以擺放大型嘅衣櫃。窗戶夠多，採光度十足。設有獨立嘅衣帽間。主人房嘅洗手間面積相當之寬敞，有窗空氣流通，係用雙洗手盆嘅設計。最高呢一層有個獨立嘅洗手間。第3間睡房可擺放雙人床同衣櫃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